咁我亦都唔覺得呢個係神嘅旨意嚟嚇。咁所以尤其是即係我後尾又俾我抄到喎。莊子的快活嗰度咧犀利咯。莊子講逍遙咁啊，講下講去就話即係然而啊嗱，即係一定係呢啲字眼嘅。必須知道的事，佢哋通常都係咁嘅。必須知道的事，這是比較唯心論的一種消極主義。咁喂，一碼歸一碼呢啲即係睇嚟真係完全我覺得冇幫助，但係對我嚟講係即係瞄住睇嘅時候就係莫大嘅樂趣嚟嘅。咁又比如冇得比㗎，唔夠時間比啦。而家幾多？8點3，唔係呢7點啦時間。OK， 得。唔係真係㗎，即係要咁嘅，係要周屋都係書咧，即係後宮佳麗咁咧，用書一直。譬如關於《論語》咁有即係《論語》亦都要睇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唔係淨係捧埋嗰本書。即係呢樣梗係要瞄住嚟睇咧。譬如《論語》有一句好出名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唔知，其實我而家信心越嚟越弱㗎啦，我都唔知大家知唔知嘅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一個即係好傳統嘅解法，即係咁有啲人就覺得其實即係呢個儒家咧，即係民可使由之，不可知。老子都好鬼保守嘅，唔係孔子都好鬼保守嘅，即係民可使由之。即啲公民啊，嗰啲冇公民嘅係老百姓 ，OK 嚇，老百姓可以你下一指令就叫佢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唔使解釋俾佢聽。咁你今時今日睇《論語》呢句，對於應對翻今時今日香港嘅狀況，當然你會好明白到點解咁多統治者中意用儒家，點解會即係罷黜百家，儒術為尊，點解開咁多孔子學院，幾好用嘅。民可使由之，法就法嚇，唔法就唔法，不可使知之，因為嗰啲係機密嚟嘅。咁啊，但係啊，當然啦，即係你睇好多書會有好多唔同嘅解讀。有啲就即係我唔知係咪為咗即係呢啲叫做嗰啲如果係有涼粉嘅話，咁都有孔粉嘅。咁好多孔粉就講即係話，因為呢個句讀嘅唔同嚇，即係個讀法。民可就使由之，即係如果啲人民可以啦，可以即係使得喐嘅話，聽指令嘅話，就使由之。不可，即係佢唔肯聽，你就解釋俾佢聽，就使知之。嗱，咁呢個咪幾好咯，合乎程序公義咯。當然仲有第三種無限種讀法嘅，因為以前冇標點，睇下你其實點睇嘅啫。你係咪孔粉定係反孔嘅？咁當然啦，孔子嘅命運都好可悲嘅，即係曾經係俾人批鬥到踩喺個地底嗰度，今時今日就無啦起咁多學院出嚟，就係你睇下你點睇。而我覺得作為一個讀書人，無論佢哋想點睇，最緊要你自己識唔識得睇。咁就 OK，咁就秒住讀呢個方法就即係唯有割我又減短啲啦嚇。咁跟住我再講一個，好多人話即係書呆子就係即係讀死書嚇，會嘅梗係啦，讀死書就讀書死係嘛？就係其實當然主要一個成因就係睇到我講話，即係你唔識得秒住讀咯。咁你睇完其中一本講論語嘅，如果佢係孔粉嘅，佢就幫佢平反；如果佢唔係嘅，佢係一個渣啲嘅，即係冇乜觀點嘅，咁即係你就睇。咁你如果你成為一個書呆子，你睇咗王蒙寫佢冇嘅，即係我唔係一個對事不對人嘅啫，即係本來就個別案例都話不評論嘅啫。不過你即係你睇咗老子的幫助王蒙嘅，咁你咪會俾就蒙嗰啲啦嚇，就咁簡單。好所以讀死書，我又呢度要舉少少例啦，即係好多嘗試由即係成為一個準讀書人之前咧，好多雞精書係好受大家歡迎，亦都零舍暢銷嘅。譬如知嗰啲100個令自己快樂的方法咁樣嚇，即係我成日舉類似啲例，好鬼衰啫。我又唔係要咩冒犯嗰啲作者嚇，呢啲名我遲啲，呢啲書名我遲啲都參考下咁改。唔係因為佢好直接，
但係即係好容易會讀死書，因為即係正如頭都提過，即係話好多外國出嘅關於簡約生活咧，外國嘅簡約，如果關於家居係唔可以同香港或者係東京比嘅，即係一樣嘅啫。即係你讀死書我舉一啲例啊，即係喺之前喺好暢銷啦，唔好話講流行啦，好暢銷嘅一本叫做死啦，唔使死嘅呢啲 What would Jesus do 嘅，好似叫做即係耶穌會怎麼做啊？咁嗱，呢啲書真係會對於啲迷惘嘅人，有睇得書少嘅人咧，我唔係嗰本書啊，睇得書少嘅人咧，的確好方便嘅。喂，佢一迷惘嘅時候，佢有好多問題啊嘛。當我譬如我唔開心嘅時候，我耶穌會點做？哦，耶穌原來會咁樣嘅，會咁嘅。當我俾人哋打擊嘅時候，我會點做咧？哦，原來耶穌咁樣做，咁就你唔睇嗰個 context， 即係唔睇個 situation， 唔睇個對象，唔睇嗰件事嘅本質，唔睇嗰個係小我嘅事情，淨係大眾嘅事情嘅時候，當然呢啲就即係真係讀死書啦，係嘛？我冇OK。咁跟住之後有一本到我自己嘅宗教嘅書，就結果係分明係跟風之作咧，就叫做《佛陀會怎麼做》嚇。咁就其實我本人咧，即係我真係幾反對呢啲書，同埋都幾反對大家。唔係咁，你作為入門版，你咪睇下咯。睇完之後你自己識得喺個書入咗去之後出翻嚟就得㗎啦嚇。咁譬如我舉其中一個佛陀會怎麼做？咁其實我抱住老實講啊，難聽啲講過，即係抱住一個挑人嘅心態睇。咁我就就住今時今日香港嘅狀況嚇，我就睇下佛陀會點做咧。當你遭遇到無害或是迫害時，佛陀會點做咯？咁咪睇咯，睇嗰本書喎。咁就佢引用咗一個經文，即係其中一個佛經啦。邊本我唔記得添，唔緊要啦嚇。總之就係侵害無辜者、純潔者、無罪者，這惡行回報愚者，即係個愚蠢嘅人，即係呢個作惡嘅人，其實係一個愚蠢嘅人。咁啊，凡係作惡嘅人，未必係愚蠢嘅人嚟㗎嚇。目前睇啊係咯嚇。咁啊，最重要就係呢一句啦，即係佢係點咧？佢最終如逆風揚塵，即是話佢其實就係好似逆住個風。嗱，呢個風我舉例嘅真係。呢個風就係民意嚇，好唔好嚇？逆風揚，你逆住風揚起啲沙塵，最後吹翻去邊咧？就彈翻落自己嗰度。咁啊，呢位作者當然會有佢即係關於呢一個佛陀會如何做嘅一啲即係説明啦。咁啊冇帶嚟嚇，冇帶嚟都唔夠時間讀噶啦嚇。咁大概就係即係佛祖就會即係靜觀其變，因為凡事都係由因緣和合而形成嘅。所謂報應，即係佛家所謂嘅業，所謂嘅報應，有時快，有時慢，早晚又會來到。我睇下唔對路嘅噃。若然有一個非常之塑膠嘅人，咁啊佢就睇咗呢度啦，冇錯喎，佢如逆風揚塵喎，唔緊要，我哋即係講究大慈悲同埋唔好執着，即係所謂中間亦都冇一定嘅咩，我哋見到有啲人覺得佢係奸，只不過係一種我執，出於無明而生成嘅一個判斷嚟嘅。我們不要隨便論斷人，坐喺度睇住佢逆風揚塵，好啊，咁好啊，大家咪安樂咯。社會非常之和諧，我坐喺度都唔知幾爽。但係問題嗰啲塵吹到埋去呢個揚起紮塵嘅人，可能中間已經死咗好多人，而唔制止呢個揚塵嘅人，其實嗰啲人都係犯緊一個共業，佢哋都係共犯，都係同謀。我唔覺得佛陀真係就咁會坐喺度，除咗坐喺度靜觀其變，等待因緣之形成。點解佛唔係點解？
以我嘅執着嘅見解嚟睇，我覺得佛陀或許會主動製造一個因緣嘅條件出嚟。你唔主動製造呢個條件出嚟，你其實亦都係製造緊另一個縱容一啲壞事發生嘅條件。咁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話我哋讀死書，等於我哋即係讀死經嘅時候，你睇埋呢啲咁樣，即係你想咁便宜就可以了解到佛學，係咪未免太貪真黐咗一啲呢？OK， 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再簡化啲先嚇。有時我哋其中一種讀死書嘅陷阱咧，就係話嗱，我舉一個例啊，即係我哋睇好多理論性嘅書，即係唔係我哋，即係我係譬如關於呂大樂出過一本世代論嘅香港四代人，咁我假設啦，即係我假設佢不久之將來會出香港五代人、六代人、七代人。我如果俾我咧，我睇完香港四代人，有咗一個對於世代論基本嘅了解，一個理論嘅了解之後，我哋點樣唔讀死書咧？就係話嗰個書，我哋睇書其實個書只係一個槓桿嚟嘅啫，佢會彈到我哋跳到更高，同埋可以揾翻自己嘅世界，而唔係停留嗰本書有幾高嚇嗱。槓桿就好難講，即係唔係係啦？槓桿就係即係好似咧，你炒股票咁樣嚇，就買嗰個咩有槓桿原理，你買少少就得彈嚇。咁咧就唔睇書就唔係做定期儲蓄嚇，本書係咁高就咁高，收嗰少少利息嚇。咁即係話你睇咗呢個呂大樂嘅香港四代人之後，我自己寧願就即係佢出到五代人嘅時候，我先唔睇五代人先。佢研究到佢00後嘅世代嘅人係點，我應該就會爭取佢機會，係首先從自己生活嘅體驗，即係或者從其他嘅真實嘅體驗，00後即係當係第五代人啦。第五代人嘅一啲價值觀啊、生活嘅習慣係點，就 rather than 先去睇咗佢有咗五代人以及舉埋例嘅呢啲論述，係只有咁樣咧，先至會訓練到我哋睇完書之後喺本書度出翻到嚟，就唔會話睇，即係等於話，尤其是而家譬如好多一啲非黑即白嘅論爭，你睇呢一邊嘅時候咧，又覺得啊呢邊有道理。睇嗰邊嘅時候，又覺得嗰邊有道理，因為佢哋自己舉咗好多好比較，除咗出自於呢個理論嘅一啲 personal 嘅例子或者係感受，咁你係好容易俾人會煽動到。如果能夠即係話，你又嘗試下睇完理論性嘅書之後，自己專登唔睇一啲理論兼作者個人睇法嘅書嘅時候咧，大家明我講咩嗬？雖然複雜啲，就先至比較容易真正到印證到話，即係你自己嗰啲即係嗰啲書先至會由呢一度先至入到呢一度嘅。咁譬如我早期關於對於即係最基本一啲自由經濟嘅一啲書咧，即係 Adam Smith 嘅呢個國富論啦。講到即係釋放每個人嘅，即係只有自由市場先可以最釋放到每個人最高嘅生產力啊，各樣種種嚇。咁睇完之後，其實會有好多呢一類嘅，即係絕對市場論以及絕對即係新自由經濟主義嘅一啲論述，仲舉埋好多例添。咁如果喺香港嘅即係環境嚟講，好多報章都會即係有呢一批人會用香港嘅一啲現狀做例子，咁但係其實你只要睇完呢一啲經典嘅時候，你有咗嗰個理論，你嘗試下唔好睇嗰啲社論住，
即係通常社論當然有一個立場㗎啦，知。譬如關於水貨嘅問題，關於水貨嘅問題，你睇唔同嘅報紙有唔同嘅社論，而即係呢一個就係即係話我哋活喺一個媒體嘅世界入邊嘅時候，你好容易受佢影響。咁事實上你要隔一層網咧就好難嘅。其中嘅方法就係即係我會建議即係話你從睇書上有所揀擇先，即係你唔好咁快睇一啲即係已經，譬如有一啲書的確係即係就係講呢啲現象，即係種種啦。而家出好多㗎啦嚇。你自己先從譬如接觸資料去分析，譬如關於自由行，咁你如果即係限制啲遊客嘅數量，咁係咪即係違反呢個自由經濟咧？你對於即係奶粉，咁即係奶粉點解要管制去買咧？應該即係無限量俾佢哋買嘅，因為即係其中特別一篇喺《蘋果日報》嘅社論，即係就講得特別係犀利嘅，就即係譬如一個自由經濟嘅國家或者係即係自由貿易啦，就係咧所有好多珠寶啊、金銀啊、玉石啊，你去到泰國咩邊度啊，即係都咩嘢嘅。咁佢忘記咗呢個其實奶粉咧係一個民生嘅必需品，就唔係啲珠寶嘅奢侈品嚟㗎。咁啊，同埋佢忘記咗一個數據就係即係其實自由行係對於香港嘅 GDP 係帶嚟佔咗係2.35%嘅啫嚇。咁啊，所以即係換嚟嘅咩咧？換嚟個租金係非常之貴嘅。呢個租金嘅貴咧，鋪租貴咧，就影響咗好多小店不能生存，中小企就失去咗生存嘅空間。咁就嗱講落去，講到人口政策㗎啦。如果你睇咗好多呢啲，即係我自己係蘋果嘅作者咁就知，但係即係話睇咗好多呢啲咁嘅類似呢啲咁嘅社論嘅時候，你可能會俾佢影響咗。你睇另一邊嘅時候，你又可能係即係太過偏激地即係去一刀切咁。所以我認為睇完一啲你足夠有理論基礎之後咧，其實不妨就先唔好買咁多書係關於不同作者佢自己意識形態好明顯嘅個人生活例子做感受嘅書，就唔好睇住啦嚇，即係就唔係話唔好睇嘅咁就，不過最好唔好睇住，自己先即係觀察咗先咯。根據呢啲嘢咁啊，有啲關於禪宗啊咩嗰啲就不如唔講啦嚇，就好啦。咁啊，我首先嚟少少總結先啦嚇。咁就話分享心得啦。咁即係其實當然咁多書係冇可能睇晒，咁所以即係會我哋先識得有一個竅門咧，就係去睇嗰啲書睇唔睇得過嘅。OK， 譬如唔係好多讀書嘅人都會追一個潮流，即係好多人推介或者呢排知嗰本書特別喺呢個擺得前啲啦，或者係好多人咩嘢咁啊？譬如最近經過書店見到有本叫《Anti-Fragile》反脆弱嘅嚇，咁就咁啊風聞已久㗎啦嚇，咁啊個中文譯本就等於有咁厚嘅，係咁厚嘅嚇。咁我揭兩揭睇咗個少少個序，呢啲叫打書釘嚇。咁咧就睇咗個序，發覺唔對路。呢啲咁嘅所謂 anti-fragile 即係反脆弱啊！即係其實有一個概念，即係成日都係即係堅強，其實未必係咩嘅。即係等於係老子知道，即係你堅強，太過強咧，反為先至會好容易折斷。咁啊，不如與其叫做堅強，就提出一個新嘅概念，就叫做反脆弱 anti-fragile。就 rather than 呢個即係咁堅強嚇，咁我睇下，咦嗱呢啲都係其實係從一個舊已有嘅概念咧嚟到做住一個新嘅字眼，然之後就係咁不斷鋪排。咁其實呢啲書係因為佢咁厚，佢薄啲就話啫，係咪？人命好值錢㗎嘛，咁所以我就唔買啦。好啦，譬如最近睇緊嘅呢本叫做《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咁佢個副題非常之吸引，叫做專制制度的演進導致國民性格大倒退，
個作者係內地嘅作者，咦？內地嘅作者呢一個副題係專制制度的演進，導致國民性格大倒退喎，點解出得㗎？咁啊睇下啦。咁個目錄咧非常吸引㗎，唔係睇落去都非常好睇下。佢就即係從每個朝代嘅一個即係制度嘅變遷啦，嚟到點樣可以影響到即係中國一個統一嘅國民性。咁個問題之後，一睇到去第3篇最後嗰篇嘅時候咧，就係包括即係我睇下佢點樣過得關啊嘛。思想革命式的國民性改造之路，咁就第19章第6節，文化大革命未能達到目標，這一事實對我們的啟示是：任何一種變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礎。現代化與其說是一個摧毀傳統的陳舊補新運動，無寧說是一個將傳統資源轉化利用的推陳出新的過程。嗱，呢啲就語言藝術啦。你睇下嗰句，文化大革命未能達到目標啊，所以先至改造唔到國民性格啊。都達到啦，係嘛？條命都夾埋啦，係嘛？咁啊，即係跟住睇落去就係即係講毛澤東的動機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結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國民性的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咁我就決定最後嗰章係唔使睇嘅。嗱，咁慳翻好多時間㗎啦。然之後就即係一揀睇頭同埋嗰章嘅尾，有啲料到先至去睇。咁就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即係好嘅方法嚟嘅。所以睇書好需要睇嗰個作者啦嘅簡介啦，同埋個序嘅嚇，同埋頭尾嚇。因為自己有出書都知，頭尾要比較重視嘅。咁係，我另外不得不提嘅就係即係另外一種書，我係即係曾經係非常之仔細地讀嘅，就係字典。得人驚嘅咧，冇乜嘢嘅，因為我其實深信咧，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即係當年係需要喺同台灣唱片嘅公司有合作，同埋需要有機會寫國語嘅歌詞，咁所以就將國語嘅字典就成本讀晒去，盡量記得一啲比較少用嘅字，都識得發個國語嘅音。咁所以反為搞到有啲好書面成日用嘅粵語，我係唔識讀嘅。所以但係呢方面我完全係冇輕視廣東話同埋香港嘅意思。咁但係即係我舉讀字典呢個例子，亦都係只希望大家可以共勉啊。OK， 嗱就差唔多啦，就可以開始我哋呢個交流嘅環節。我要嘆一口氣，因為好似好緊湊咁樣去跟住阿林夕先生經歷咗佢讀書睇書嘅歷程，由譯書啊、張愛玲啊，到之後嗰幾個 tips， 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呢？睇下你哋有冇聽書先。你講。秒住讀。哦，秒住讀係，仲有呢？我不會講。你不會講，你聽懂嗎？剛才？啊，好，咁算啦。學廣東話好重要㗎，除咗讀幼稚園之外。咁係即係要唔好讀死書啦，咁同埋要有槓桿原理啦。咁我自己最深刻嘅感受呢，就係即係其實開頭嘅時候同大家提博思明志群育新聞係出於私心嘅，因為我哋搞博群呢，成日都好懷疑啲同學知唔知呢8個字嘅。咁頭先阿林夕先生，我覺得係一個好準確嘅示範，我哋再俾啲掌聲佢。咁大家喺台下邊都可能等咗好耐啦。咁其實我自己今日主持呢個環節都有啲緊張，因為我即係真係由
即係聽咗林夕先生嘅歌詞好耐嘅，即係我唔敢講嗰句。咁但係咧，咁講嘅話係長大嗰啲啊。但係我最近聽一首歌，因為我好中意陳奕迅嘅，咁所以佢啲碟啦，我係不斷 loop 住嚟聽嘅。咁我聽到天真得只有我，令神仙魚歸天要怪誰？我聽到第一二次嘅時候咩嚟嘅咧？跟住忍唔住係咁 loop 咗好多次，終於聽明白隻歌，就覺得好感動，同埋好耐未試過聽一首歌咁感動，同埋會不斷 loop。大家識唔識唱啊？係咁所以即係今日能夠同我最近即係聽到入晒腦嘅歌嘅填詞人傾偈，咁好開心。神仙魚係點嚟嘅咧？我都開心哦！神仙魚嗱，講起上嚟同讀書都有關係㗎啦。我喺中3嘅時候開始咧，就好似養魚，所以亦都睇咗好多關於即係啲 aquarium 啊，各種即係養魚啊，即係嗰啲所謂嘅個生態環境啊，自成一個 system 嗰啲嚇，嗰啲需要知嗰啲 CO2 啊、CO3 啊嗰啲都知道㗎啦。咁啊，點樣嚟咧？嗰條神仙魚係點啊？咩天真得係？天真得只有我。天真得只有我。令神仙魚歸天要怪誰？即其實呢度個當然呢首歌本身大家都類似知道大概講咩㗎啦嚇，應該知㗎啦。你啲反應大家知嘅。唔係，咁咪錯咯，錯晒啦。就係人群。我就係想大家唔知道我想講咩嘢。我知。我希望嗰個話任我行，究竟係對於社會人際之間種種嘅自由，究竟係屬於一種妥協啊？定係不甘心呢？我係希望個答案留俾個讀者或者聽眾嘅。咁所以大家話知我想講咩嘢而拍掌，就梗係拍錯咗啦。哎呀！陰濕啊你！咁但係唔係我繼續講條神仙魚先啦，即係咩？係天真得只有我，令神仙魚歸天要怪誰？其實呢度點樣嚟就係冇啊！一首歌首先我覺得即係你寫呢啲咁，尤其是任我行呢啲咁複雜啊層次咁多層嘅咩歌咧，我覺得需要一個比較吸引人嘅開頭，比較有啲比喻喺度。咁啊呢個比喻就揀咗一條神仙魚。佢點解唔係鯇魚，唔係倉魚？一來因為神仙魚係啱音，二來係睇中佢，因為神仙魚神仙兩個字本身係應該逍遙快活同埋超越一切嘅，但係原來神仙都係會死嘅。當神仙失咗離開佢，太過獨立獨行，或者係太過。即其實自由並非是無限制的，有時我們是往往過早地放棄自己的自由，有時是不自量力地作出一些無補於事的超越。正如一條神仙魚，咁我覺得，咦，佢真係天作之合啦，又啱音。個神仙魚呢度有咩？咁但係我頭先提到，我中間曾經都放棄咗條神仙魚嚟嘅，因為我有閱讀障啊嘛，所謂就係有閱讀嘅障礙，因為睇得太多啦，知道都幾多下。因為其實我嗰度寫條神仙魚放生喺個海灘嗰度，係即係後尾死咗，會死啦。咁但係神仙魚雖則係大眾所理解嘅神仙魚係一種熱帶淡水魚，但係同時珊瑚魚之中有一個科咧。亦都係叫做 angelfish， 係神仙魚嘅，當中包括呢個七彩毛巾啦，包括皇帝神仙啦、皇后神仙啦，咁即係，但係咧，我又恰好多人嘅呢啲常識未必知道係 coral fish 之中係會有一個科目叫 angelfish 嘅，我博即係啲 Discovery Channel 少人睇啊嘛，咁啊，所以就嗰條神仙魚最後係過關嚇。OK 啦，太長氣。好多謝，我哋不如開放時間俾台下邊嘅同學，或者台上面都得嘅，可唔可以邊位先？係第一行呢個。遞咪係咪有遞咪人㗎？有係。遞咪人可能知嗰個效率只要及住咧，知周圍邊度有就即刻做，咁就可以慳啲時間。同埋都可以大聲啲嗌出嚟先嘅，唔使咪都聽到啦。你曾經寫過俾黃耀明未？
其實聽唔到啦。即係遞咪人都要遞住嘅，你明唔明我？即係我講緊廣東話噶嘛，明噶嘛？即係啦嚇。你曾經寫過俾明哥一首歌叫做《新愛情》啦，咁裏邊有句歌詞叫做原諒我不記得忘記。係。咁覺得聽完之後，即係成首歌即係大隻佬嘅主題曲啦。咁我都係覺得有啲帶住有啲我執嘅感覺。咁直到係啦，同有冇行動一個專輯，你寫過俾陳奕迅另一首叫做《失憶蝴蝶》。最後有一句歌詞叫做不用再記起怎去忘記。咁我聽呢首歌之後，我即刻諗翻起明哥呢首歌。咁其實會唔會話係這些年來其實由一種帶有少少執着嘅感覺，到不用再記起怎去忘記嗰種層次擴大咗咁多。即係既然今晚你介紹咗你嘅書單，會唔會話再講一講，即係關於你喺宗教上面啊，或者佛教上面你個自己嘅修為，依啲年嚟你自己有啲咩得著，或者有啲咩心得可以分享俾我哋？多謝。OK，我今晚冇介紹我書單，係介紹我閱讀嘅癖好同埋習慣同埋心得啫嚇，真係唔係書單，即係唔係好多悶死狗嘅位真係。其實咧我當然唔同嘅歌詞會反映咗一啲可能係唔同階段嘅嘢，或者甚至係互相矛盾嘅一啲睇法。即係譬如頭所舉嘅例子啦，原諒我不記得忘記同埋啦嚇，就係兩個唔同嘅一個境界嚟嘅。咁但係嗰個其實大家如果咁樣嚟閱讀我嘅真人嘅一個思想嘅變化咧，係唔夠準確嘅，因為有一啲歌，譬如你大隻佬係要合乎嗰個劇情，當時張柏芝喺嗰個紅燈係好唔甘心地，即係呢一個嚇，要佢幾乎想斷輪迴啊嘛嚇，咁就亦都另一個原因就係有時會就翻嗰個歌嘅情緒嘅需要。另一點就係即係當然作為一個創作人，我本身都唔係純粹收指令而辦事嘅一個執行人，而係我都好希望從唔同嘅角度嚟到反映一啲唔同嘅情緒、唔同嘅睇法。咁樣其實呢個世界先至更立體，即係未必係我個人嗰個階段嘅一個即係完全認同嘅一種觀念，即係。因為喺呢個崗位上面同其他即係有啲唔同，就係即係我認為即係寫歌詞都同嘅嚇。即係等於你睇一本《紅樓夢》，其實即係種種嘅人種喺度都有嘅，即係本來會講嘅呢度，即係劉在復嘅《紅樓人30種解》嚇。咁歌詞其實都同時可以係寫緊1000種人生觀、1000種唔同角度嘅性格嘅遭遇。咁我唔認為呢個係我自己即係背叛自己嘅思想，或者係一個精神分裂嘅。本身一個創作人最好精神係好容易分裂到嘅。咁頭先問到就即係既然介紹我個人書單之後咧，個人喺宗教上嘅即係修為就梗係講唔上啦，即係。但係即係我乘機講一樣頭先講漏少少嘅嘢啊，即係嚇嗰個修為，其實我覺得所謂個即係嗰個修行嚟講，最重要唔係話我不斷睇住一啲佛經或者係一啲經書，最重要嘅其實就係我自己喺生活上邊面臨呢一啲考驗同埋誘惑嘅時候，我能不能夠做到所謂嘅我既知道，亦都能夠做到，因為做到係難嘅，知道就即係所謂呢啲叫知道分，係咪知道分子咪咁解嚇？唔好啦，太長。咁講翻講，我本來想乘機引一本書嘅，唔講啦，唔好。陣間有機會嘅，我哋我未答完。你仲答？即係我寧願用實際嘅即係譬如我只要知道，即係某一啲概念係
應該係咁樣修行嘅路嚟嘅。譬如即係我最簡單頭先講過，即係話貪嗔痴嚇，即係貪念、憤怒以及嗰個痴唔一定係痴情啦嚇，即係對一啲嘢嘅執着。種種嘅修行包括係即係其實我寧願係即係我哋都係即係一啲實際生活上嘅遭遇，而唔係話係紙上談兵地。咁睇好多呢啲即係法師高人，當然我同時其實都睇緊好多啦嚇。咁我睇嘅原因係即係見到佢哋舉例舉得唔夠，即係舉得太離地啊，唔接地氣嘅時候，即係我會學習到點樣可以更有效地、更打動人哋，或者即係做一個傳達信息嘅人，或者係一個傳道人咯。咁你話問今時今日咁，當然我覺得即係我自己一個矛盾嘅掙扎就係即係究竟係啦，即係嚇憤怒去到點樣作為一個佛教徒先至係適當嘅個程度？有時點樣可以忍得住，唔去口出惡言，而能夠有效地除咗發泄之外，亦都可以作為一個扮演一個鬧鐘嘅角色，警醒到一啲沉默嘅大多數。咁啊，呢個不斷其實挑戰緊我自己嘅以前嘅嘛。以前我係一個比較真係溫和嘅人嚟嘅，即係而家即係成日咁樣，每日除咗熄電視日之外，一打開個電視就會好多怒氣上心頭。我曾經因此而睇過一行禪師嘅《如何馴服內心之苦》，避免成為一個火宅之人。睇完，其中有少少得着啦，即係譬如有啲金句啦，為別人唔係你憤怒責怪別人，只是在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咁但係即係我自己思前想後，作為一個有血有肉嘅人，我真係好難做到嚇。我將你嘅錯誤嚟懲罰我，你就係而家你嘅錯誤懲罰緊我哋啊嘛！我再唔發出一啲怒氣嘅話，我點能夠賞罰分明呢？差唔多啦嚇，答到呢度啦。OK。台下邊嘅同學呢，我哋有一支咪嘅，大家可以去排隊嘅，根據工作人員嘅指示。咁我哋下一個問題俾台上面先。好啊，你好熱烈。你好啊，直爺。其實呢，係因為我想你幫我解一句你寫過嘅詞，係我同我個朋友都好中意。咁佢今日係嚟唔到現場嘅。中意又要解，咁即係唔解。就係犀利，唔識解都中意。就係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願我可。OK。即係因為你仲出咗本書係呢個標題啊嘛。咁我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呢句詞嘅一啲嘢咯。好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啊，尤其是我即係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呢本書嘅出版人今晚都在座，亮光出版社嘅老闆都在座，係嘛？宣傳下本書幾好啊嚇。咁不過你嘅問題係 OK， 喂，好簡單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你睇下陳奕迅唱到嗰度幾咁激昂啊！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呢個好似係已經係一個 statement， 一個真實。但係呢個真實，當我哋識得自己有獨立思考，或者真正面對血淋淋赤裸裸的人生的時候，我哋試問下，世間上有冇免費嘅午餐係可以毫無代價唱到一首最，仲要最添喎？呢啲最討厭啦，係咪？最字最討厭，最幸福的歌係唔會嘅。所以一個好賤格嘅人就喺下邊3個音填咗願我可。即係呢個其實就係等於任我行寫到最後，人群為什麼？人群是那麼像羊群係。廣東歌詞好少出到人群為什麼咁順攤嘅。係啦，
即係你唔係想我解釋話即係幸福嘅歌點解會有代價係嘛？哦，原來係啦，冇錯。加個願我可其實就係話等於一個槓桿嘅效應嘅作用啦，就係話本來寫一句好似係理所當然，但係又係其實係虛假人嘅一個鼓勵，一個加油，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嗱，我舉即係其他嘅例子隨便嚇。市建局是將舊區重建為我們謀最幸福的居所。咁話呢樣嘢好 plastic 嘅喎，梗係要加句我想啦，冇啊，願我可就係你一有咗，我想咯。咁當堂嗰個，因為其實即係創作嚟講呢，其中一種所謂修辭，我唔知叫咩技法啦。大家睇得多《道德經》即係話，往往係用一種二元並存而又互相即係矛盾嘅一種相對嘅論述嘅方法呢，你就會識得用呢一種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爭啲講粗口添嚇，我想啦，咁啦 ，OK。好，台下面已經有同學排緊隊係。testing 係林夕先生你好，頭先你一開始就提到話即係嗰個林之峰嗰個唔係 sorry 黃之鋒嗰個我不是英雄嗰個例子，就話嗰個90後就話即係睇書就淨係為追求共鳴咧，就唔係佢又冇咁講，係呢個大意差唔多，就係大意差唔多，即係睇佢啦，多共鳴啊嘛。就好似係打手槍咁，即係揾一個同一個圈子嘅人，但係同一個圈子但係比你出名嘅人去幫自己即係認同自己觀點。其實我聽到你頭先呢一句呢，我第一時間就諗緊，其實我哋有時聽你嘅情歌，聽你寫嘅詞，會唔會係一樣，都係唔係聽首歌、聽首詞，淨係為咗追求共鳴呢？其實我喺度諗緊，你講呢句説話嘅時候，你自己都應該會有相同嘅感受。你會唔會覺得呢個現象比較可悲呢？咁同埋我就發覺，咁你亦都有啲比較有爭議性嘅作品，即係好似留白啊嗰啲，你會唔會就係想？爭議喺邊度㗎？即係會係啦，即係比較多意見啦，應該話。咁就我就後尾就聽到你講話秒住讀呢個睇書嘅 concept。其實我就諗緊，你會唔會寫呢啲詞，其實都係想引起啲讀者秒住聽去，即係脫離翻嗰個聽歌淨係追求共鳴呢個固有嘅框架呢？問得真係太好啦！所以學問學識點問問題係唔好理呢，我喺其他講就講過㗎啦。問題往往就是答案，因為我們有時候冇需要一個唯一嘅答案。頭先你嗱，我當然啦，即係我話我哋睇書或者睇任何嘢，同朋友傾偈，如果純粹我必須要強調，即係我用到。即係打手槍出得街㗎嘛嚇，而且而家又唔係廣播係咪？我用到打手槍嚟做比喻，好，第一打手槍都是人生必然嘅一個需要嘅動作，係咪？我必須要強調就係話，我點解咁講呢？就係話我哋如果停留喺呢一個層次，即係話我哋睇書也好，同朋友傾偈也好，只係停留喺希望互相喺對方身上成立自己，找到自己嘅安全感，爭取到一種所謂嘅共鳴，咁就係幾可悲。咁但係我哋無可避免，而且必須喺呢個世界上要找尋共鳴，係咪？即係否則你又未免太孤獨嘅滯啦，即係即係呢個係咧，即係等於你間唔中偶爾都需要從事嗰個動作一樣。咁你頭先話提到我好多歌詞，嗰個歌詞我諗咁講啦，歌詞同埋歌詞作為一個音樂嘅載體咧，就同閱讀有少少唔同。音樂本身就係一個非常情緒化嘅一回事，即係我其實好少聽過，即係話即係呢首歌真係好理性呢首歌，唔係個歌詞可以理性啊，但係個音樂你好理性嚇，咁都得嘅，咁係㗎，即係有啲音樂係
好符合呢個數學嘅規律㗎嚇。唔係，即係嘅有啲冇唔舉例啦歌詞譬如有一啲情歌，你頭先提到話，即係就是找尋一種共鳴。咁呢個我覺得，如果比起閱讀呢，佢嘅比例係可以多啲嘅，即係第一可以多啲嘅，因為嗰個係關乎一種情緒上嘅事情。喺情緒嚟講，我會覺得即係我哋所謂解除痛苦、脫苦有好多方法，其中一種就係所謂你能夠放下之前就先面對先。正如好多文學作品，佢能夠成為經典，就係因為佢能夠好似手術刀咁樣，將好多人負面嘅情緒、社會嘅黑暗面解剖出嚟俾你睇。咁某一啲情歌，你話得到共鳴，我個人嘅傾向係咁嘅咧，講共鳴就講啲黑暗面嘅咧係就係嗰啲冇錯，你都係可以話係打手槍，但係即係同時解決呢個痛苦之道就係先你自己第一就係即係如果方法或者策略學嚟講，你先等於你話想喊嘅時候，你咪先喊咗先啦，喊完之後先至再同你講道理咯嚇。之所以嗰個過程同埋功能呢，亦都係即係不可缺少嘅。同埋的確即係除咗策略之外啦嚇，喺我哋人性本質嘅需要，亦都係即係喺聽歌嚟講係有時要找尋呢種共鳴感。但係你第二個問題就問得好啱，即係係咪停留咗喺純粹聽嗰首歌？哎呀，呢個寫詞呢個真係了解我，或者係即係原來在世間上有我這種感覺的並不止我一人。咁於是我就非常之快樂，非常之快慰，覺得已經完事了。咁如果覺得咁完事了，你就梗係完了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完了啦。所以當然係需要即係會希望寫多啲係你頭先話即係話我唔係特登話希望啲聽眾或者讀者咧嚟到秒住讀秒住聽咁嚴重。但係譬如即係我舉一首《六月飛霜》做例子，眾說紛紜，有啲話係講呢樣，有啲係講嗰樣。咁大家如果能夠真係即係唔好話秒住啦，所謂秒住不過係即係為咗呢啲講嘢起見，即係大家易記啫。嗱，果然頭先記得秒住讀係嘛？如果我講得即係話有自己嘅角度嚟到睇，咁佢唔記得㗎啦嘛。保持一個有稜角嘅觀點嘅閱讀態度。譬如《六月飛霜》咁，我的確刻意係即係引誘或者挑逗聽嘅人去思考唔同嘅。嚟到秒住嚟思考唔同嘅問題，即係佢既關乎經濟，既關乎資本主義社會，既關乎專制嘅專權嘅社會，關乎民生，關乎政治。因為即係嗰度所有我設計嘅比喻，其實都可以係共通到唔同嘅範疇嘅。咁呢個就即係等大家唔好話秒住啦，應該係皺住個眉頭寫咩嘢㗎？冇錯，如果你欣賞，唔好話欣賞，如果你閱讀世間所有嘅事情，你只係好急劇地，即係等於呢套小説，你投入嗰個小説嘅世界，而唔係即刻問呢本小説寫咩嘢㗎？咁好易啫！你希望得出咗即係喺書是咩？這本小説是反映呢個存在主義的，即係在存在主義當中，即係唔好咁你等於你睇到芭蕾舞劇。呢個芭蕾舞劇係講咩嘢㗎？咁佢講唔到俾你聽過，因為佢唔係用文字嚟到表達㗎嘛。咁即係我哋亦都唔應該培養呢一種即係話即係三言兩語，即係話呢個作品係講俾我聽咩嘢？你自己試下探究，你覺得佢係想講啲咩嘢？佢可能唔止講一樣嘢。OK，next。好，唔好意思，我想同林夕先生商量。冇咁長氣係啦。9:05，而家你有時間嘅嗬？我有時間。好，咁唔係，如果咁都唔係無限。我覺得機會難得，梗係可以即係大家唔嫌夜嘅話，就可以繼續舉行呢個集會嘅啫。當然啦，大家如果想我落台，我係非常之敏捷地落台嘅嚇。好啊，下一位嚇。係後邊嗰位女同學係。
林夕先生你好，咁我係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嘅一個學生，咁係嚟自廣東湛江嘅。咁我哋嘅城市係屬於一個2、3線嘅城市，咁我哋幾個同學仔就想喺度搞個書墟嘅活動，所以好有興趣嚟聽你今日嘅講座。咁我都想問下林夕先生，你會有啲，因為聽咗你講座之後，我覺得你係睇書係有啲憑興趣同隨緣，咁就想問下你有冇咩有趣嘅書可以再分享俾我哋呢？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聽你講嘅時候呢，我都諗起喺香港灣仔嘅書展嘅經驗。咁入到去嘅時候都有感覺好多，即係除咗好多人係專登去買啲減價嘅即係中文嘅練習冊之外，其實有時候都會迷失喺整個書展裏邊嘅。咁就第二個問題就係問，你有冇去過嗰啲書展？咁如果係你嘅話，你有冇咩即係你會先去睇邊一區嘅書啊？有冇咩心得咁呢 OK， 唔該晒。第一個問題就係佢頭先咪介紹咗啲咯嚇。你話唔係咁，我頭先講呢本咧，即係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咧，即係阿張宏傑本身佢寫其他一啲宋史啊、明史嘅即係一啲趣味性嘅作品，咁佢幾易睇嘅，即係咁佢個 point 就幾天馬行空嘅，冇嚴格嘅即係學術訓練嘅證實嘅，但係作為即係鼓勵大家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都值得推薦下。即係最緊要第6章睇到我講過第6章嗰度唔好睇就得啦。咁就你問我最近睇緊啲咩？我唔係我嗰啲好咩嘢㗎嗱。我前晚同一個書友，即係佢都睇即係好中意睇書嘅。咁啊，大家呢排睇咩書啊？咁佢就話。即係其實唔係我講呢個例子嘅意思就係其實你中意自己發展種興趣，就會自然即係有一啲書想睇。不過除非你對我個人非常之好奇，咁我就打牌啫。咁唔係我佢嘅問我睇緊咩啦？咁我話我最近睇緊嗰本就幾無聊喎。點無聊法？咁啊就係叫做大故宮嘅就係又係嗰個嚴崇年寫嘅，咁就散散漫漫咁啊，即係喺央視嗰啲呢個咩壇嗰度輯成嘅啫嚇，咁所以係唔值得介紹嘅。咁啊，你睇緊咩書啊？我去睇緊一本叫做我冇記錯叫做 Why a Penis is a Penis。大家唔識笑嘅 penis 唔識解係嘛？即係點解為何陽具是陽具啊 ？OK， 咁就係即係講好多譬如即係陽具，譬如佢舉例，我話有冇好睇？陽具係點解係？唔使咁象形，陽具點解往往係即係有蘑菇狀嘅咧嚇？咁就從一個科學同埋即係嗰個演化嘅歷史嚟到睇出好多事情咁，我覺得呢本書都幾有趣啊！咁另外，不過講起同佢即係睇 Why Penis Penis 嗰個人講開，後晚要開會咩嘢喎？唉，咁啊慘啦！阿乜乜咧，一定係咁吹水吹到天花龍鳳噶咯。喂，算啦，咪食住飯當係咁。佢有時吹得幾有趣嘅，咁佢就講咗一個好有道理噶啦，就係話：唉，聽佢吹咁耐水，不如翻屋企睇書嚇。咁我話即係點解咧？真係有分別嘅。當然啦，吹水同朋友之間即係都係非常之愉快嘅事情。咁但係咧，吹水一來冇一個固定嘅題目。亦都唔方 in depth 噶啦，唔方深入噶啦。第二咧就係個速度慢啊嘛。即係我舉一個例子，即係我好中意嗰啲文物啊、各樣畫嘅嘢啦。譬如頭先後面有一幅畫唔見咗噶啦，嗰個畫其中有一啲係台灣故宮出嘅一啲影帶嚇。我哋成日話即係閱讀，即係讀書同埋睇紀錄片有啲咩唔同？咁紀錄片咪睇到個樣咯嚇，咁係另一回事。但係即係譬如關於各樣呢啲嘢，咁我都有一輯嘅呢啲 DVD， 就係亦都係啲台灣研究美學嘅蔣勳寫嘅，咁啊由蔣勳自己講翻呢啲話，咁 OK 㗎都。咁但係我睇兩睇就係唔睇啦，我睇佢本書講好過啦。點解咧？因為快啊嘛，即係等於吹水，你慢慢喺度天馬行空去撩。咁我睇書即刻好快就咩？點解會慢咧？你諗下，即係作為一個 DVD 介紹一樣嘢，雖然都係學識嚇，
你見住獎分咁就要喺度行個鏡出嚟。後面呢一個就係咩嘢？喺幾多年要咩？你淨係嗰個語氣嘅節奏，而我睇書幾多年乜已經可以係好短時間有效率地解決咗。就答完啦。第二個問題係咩啊？書展嘅時候行邊一區？呢啲好尷尬呢啲字。唔係，其實頭先大家聽我嘅範圍都知道啦。就即係咩嘢區都行嘅喎，即係我其實頭先講嘅呢啲咧，都包括咗即係文史哲啊，即係不過當然啦，即係科學嗰啲就少啲啦。科學靠真係睇紀錄片補足翻嚟啦。咁我書展我真係樣樣都係我自己嘅我冇醉嘅即係。當然一排咧即係。仍然頭先都聽得出就偏重係即係中國嘅歷史比較會最搶我嘅眼睛啦。Okay. 好，我哋俾機會台上面嘅同學，呢位同學。我嘅問題都係比較八卦嘅。咁其實咧八卦好嘅，有關於水平嘅八卦係我哋研究學問嘅一個推動力。關於林迪先生，你點去閱讀翻你自己嘅作品嘅？咁首先，我之前睇過有一個訪問，就話希望流行歌詞可以納入教科書啦。咁如果既然你都對中國歷史有興趣嘅話，你會點樣去寫自己嘅一個將自己去寫入一個文學史入邊呢？即係譬如我去睇翻以前嘅文學史咁樣，佢哋會譬如會話劉永啊、聞一多佢哋點，但係林夕先生你嘅歌詞佢一個題材風格之多係我係未遇得上嘅。咁究竟如果要處理你嘅歌詞，咁應該點樣去整理去睇呢？去研究翻呢？咁follow 翻之前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係如果只限於流行歌詞，可能一個感情上嘅宣泄啊咁樣，佢可能係一個流行歌本身嘅形式去所限啦。咁佢可以作為我哋一個起點去思考啦。咁於是乎，你有冇興趣去再將你即係著書立著咁樣啦，將你平時嘅研究興趣嘅所得去結集去行前多一步咧？唔該。嗱，呢啲問題真係好難記得晒，唔係喺個交代啊，只能夠接下阿哥。第一個問題就係我點樣評價自己啊？係嘛？即係點樣？你嘅作品風格同埋題材好多，咁係啊，都幾多㗎。係，我認為係最比起前人係多。比起柳永啊，佢舉咗個例子係。比起柳永就多少少係嘛？可但係柳永有一個行為我冇做啊嘛。可以點樣處理你咁多作品？如果點處有興理啊？趣睇。我自己唔識處理嘅，即係其實即係之前有即係我出品社即係成日都傾話出一個歌詞集，咁其實我都諗緊唔知應該點樣出，因為即係好多種唔同嘅風格啦，又有唔同嘅階段嘅睇法啦，咁我自己都唔識點入手。你話點樣跟住話點評價自己啊？嗱，呢啲就要學武則天㗎啦，即係後世就留俾後世嚟到，即係嚇寫一個空白嘅墓誌銘嗰類㗎啦。跟住一個，跟住仲有個問題係話會將寫歌詞之外，去再寫一啲書去譬如關於中國歷史啊咁樣。關於中國歷史嘅書會有可能寫嘅。但係其實喺我已經出版過嘅書入邊，偶然一啲3、4、5、6、7、10篇咧，都作為一個碎片式嘅睇法咧，都會有涉及嘅。咁就你去買下得㗎啦。特別係一本叫做呢個就算天空再深嘅，咁佢雖然唔係直接嘅中國嘅歷史，但係即係好多比較集中。
寫緊呢個時事同埋政治同埋民生嘅。係，就算天空再深，係記住唔係歌詞嚟，書名啦。係下一位同學，林夕，你好。從小到大，我們聽到很多自己喜歡的歌，我們記住歌手是很容易的，但是記得作詞人的只有2位，一位是方文山，另一位就是你。我並不想就某一句歌詞來具體問你的意見，但是我想說，當你在填詞的時候，你是更着重於表達自己的感受，還是說會按照別人的要求來填詞呢？謝謝。好，其實如果你參與這個，如果你來到這個現場的話，因為是用這個白話這個廣東話來發言的，那我就假設你聽懂廣東話的。其實係 OK 嘅。OK， 所以因為我希望喺呢個場合就盡量用返廣東話啦，咁我用廣東話嚟回答你的問題，好不好呢？可是因為這樣呢，我就忘了剛才你問什麼。就是你填詞的時候，你是會更着重於自己的想法。對。冇啊！呢一個就係其實就係一個談判，同埋喺妥協以及堅守自己原則之間猶豫嘅一個藝術嚟嘅。即係譬如往往有一啲歌咧係有佢特殊嘅要求。如果我覺得嗰條係死路嘅時候，即係有時會係會勸諫。咁勸諫不遂就嗰啲叫做咩咧？叫做明修棧道就暗度陳倉啊！呢個廣東話比較複雜啲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然後呢，就其實我希望個答案有意義啲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寫咗咁耐啦，咁我的確都叫做算擁有一定嘅權力，可以去ban 咗個 producer 嘅要求，或者佢要求改嘅時候，我拒絕。咁但係就係正是在這個即係喺呢一個咁嘅遊離之間呢，我充分感受到有時擁有權力是非常危險的一回事嘅，因為我會濫用我嘅權力。即係話，即係老實講，有時如果佢話真係要改咁，若然我唔係因為覺得嗰度寫得特別好而去堅持唔改，而係只不過個人比較攰，咁其實我暴喝一聲話改咩啫？唔使改，好真係，你信我啦嚇。咁你信我啦，佢真係可能就聽話就咩噶啦。咁其實我成日都保持呢個警覺性，要克制自己手上嘅呢一個咁樣嘅權力。咁我體會到點解有啲人即係真係會咁。唔係我而家唔係乘機抽水嘅，即係我真人。即係頭先問到話修行乜呢個咪生活上實踐嘅例子咯。即係就係話我自己點樣唔好因為自己寫得耐，人哋比較容易聽我意見，而我認為自己嘅意見必然係啱嘅。咁當然啦，另頭先我提到即係舉例，即係話我哋常常都要咁做咯。我睇之後，我哋大家一齊都要一齊學習睇下點樣可以去話喺應付要求之餘，我交到貨而又做到我不失我自己嘅本質。咁呢樣嘢我諗大家一齊要加緊惡補學習噶啦。咁我舉一啲例子啊，即係譬如有張碟咁樣，咁我寫咗比較個份量，個比例比較多嘅咁，寫極都未有一首情歌，咁於是個歌手就佢連起2首咯，咁樣即係咁好城市論壇嘅喎，咁有冇情歌好，咁咪整咗情歌你咯嚇。咁但係我覺得情歌就入邊暗藏咗一條針喺度，其實已經設計到你只要將呢個帽咧一套落去任何一個地方嘅一啲奇怪嘅現象就可以套到落去㗎啦。即係其實嗰首歌咧就係之前我幫
麥浚龍寫過一首歌叫做《我好想寫一個題材就係有咁嘅人民就有咁嘅政府》，咁話會福乜嘢啊？有咁嘅民族就會有咁樣嘅政制，咁就叫嗰首歌叫做《逆蒼生》。咁啊結果反應就非常之慘淡凄涼嘅，因為即係可能個題目太嚴肅啦。咁於是我呢啲就暗度咗陳倉，就車既然係咁咯，我再嚟一次，我就寫為情歌。即情歌咁，我解釋俾歌友聽嘛。呢首歌講咩嘢？呢首歌就係講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嘅啫。嗰陣未有14巴港女㗎，即係咁啊！即係老實講，14巴港女事件咁好明顯都係你套用任何嘅關係落去都得嘅。咁我補充問下啦。唔好意思啊，因為有好多同學佢廣東話咁好嘅。其實好簡單嘅，就係一個回答啫。即係你自己覺得自己寫得最痛快、最代表自己嘅一首係邊首呢？你有冇睇過我出版嘅書籍㗎？冇啊。如果有呢，你應該會知道有一本叫做唔知咩啊？唔知咩嘢咧？其中有一個篇目就係無數唯一多少罪。呢個世界好多煩惱，或者我哋唔能夠以一個透明嘅心嚟觀照呢個世界，因為咧成日我哋都中意追求罪嘅啫。無論係即係個樂壇啦嚇，無論你個社會種種嘅嘢都係即係嗰個比較，唔係話比較不同，而係比較高低啊。咁所以呢個問題就對唔住，我就答唔到你，因為即係我好多嘅首都令我自己非常之痛快淋漓嘅。好，謝謝。好，謝謝。係下一位同學，唔該，係。林夕先生你好，我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嘅學生。我個問題就係你喺講座入面提到啦，就叫我哋唔好讀死書啦。但係我覺得喺現實係好難做到嘅。譬如話作為學生啦，我哋成日都要交 paper 啦，要考試啦，咁我哋睇好多參考書啦，冇時間去好似你咁博覽群書。咁入到職場之後又有其他嘅嘢啦，工作上面嘅嘢又有壓力咧，又有時間嘅問題啦，所以我覺得真係非常非常之難。就我個人嚟講啦，我真係20幾年都仲未做到嘅。我覺得應該在座都有唔少咁樣嘅人，所以我想問下你，俾我哋呢啲咁樣嘅人有啲咩嘅建議？第二個問題就係，如果將香港比作係文化沙漠，你覺唔覺得樓上書屋呢啲係沙漠之中嘅一片綠洲？第三個問題就係，你個人對歷史好感興趣啦，咁你會唔會考慮拍電視劇？咩關係？係啊，我都想問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咧，即係已經唔記得咗。讀死書好難。係㗎，所以咪趁後生咯。因為真係一出咗嚟做嘢咧，其實係好少時間。即係有時即係我嗰日有個感慨啫，咁成日話啲電視節目難睇，咁難睇你咪睇書做咩嘢啫嚇？咁但係老實講啊，如果好似我咁睇書法就好鬼傷腦筋，同埋好容易瞓唔着嘅。咁老實講啊，放完工翻去都一煮菜咁樣，仲動咁多腦筋啊！睇書都已經難能可貴咧，仲要秒住睇，仲要不斷俾個即係嘛幾個嚟到對比下嗰個即係嗰個不同咁。當然啦，呢樣嘢就即係呢個習慣就趁早培養，就自然會有嗰個即係一理通百理明。咁如果我有一個建議就係話，即係當然真係生也懷疑之也無涯，即係你冇可能咁睇咁多書嘅時候咧，就如果你發現冇一啲新嘅書特別吸引到你去睇，或者你提唔起嗰個勁啊嗰個動力去睇嘅時候，不妨可以舒服少少。呢個唔算讀死書，就係曾經真係感動過你或者令你好有啟發嘅書。有時我真係寧願重溫一啲即係真係嘅經典，因為嗰啲經典就唔使，因為秒完啊嘛，秒完發覺冇問題喎，唔使秒喎，咁咪拜讀咯。即係有時我真係寧願重溫一啲我自己即係好對我自己好重要嘅書，我寧願睇3、4次都好過睇一次一啲即係所謂潮流嘅書就即係話即係係啦，即係嗰啲咩唔舉例嘅，唔好傷害人嚇咁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文化沙漠。就係文化沙漠咩？邊邊個話㗎？二樓書屋啊！我2樓書香港文化沙漠邊個話㗎？香港人話㗎啦，多數都係最睇唔起香港文化嘅就係香港嘅文化人咯嚇。咁我唔認為香港係一個文化沙漠嚇，因為香港其中文化有一個好處就係冇乜包袱，可以即係冇乜禁忌，百無禁忌。
以前樓上書屋當然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綠洲，但係我哋講緊文化，我唔認為就淨係即係得話閱讀嘅。即係當你講閱讀文化，香港的確係唔夠台灣同埋內地嘅，係咯。OK。第三個問題，我哋你答唔答啊？歷史劇你咁中意哦歷史，會唔會拍電視劇？即係我哋唔明。中意歷史就唔使拍歷史劇嘅。你中意歷史，我不如你問我中意歷史有冇睇歷史劇吧啦，係咪？我係唔答啊。好。唔係拍得好嘅歷史劇太少啦。我睇嘅時候都唔係因為歷史而睇，係為咗 challenge 而睇，係瞄住嚟睇嘅，即係冇人即係嗱。我哋成日講話閱讀。即係睇書同埋睇電視或者電影嘅唔同，就係話睇書我哋可以不斷刺激我哋思考，咁呢本身我唔係特別好同意嘅，即係因為其實睇好嘅電視劇或者睇好嘅電影都可以刺激到我哋思考，不過方式唔同，就係話你睇電影同埋睇書好少睇，唔係睇電影同埋睇電視劇好少睇下就停，睇到某一個 point 你想諗嘢，即係佢 trigger 咗你諗一啲嘢，你好少真係咁神心，即係 pause 咗佢。等我諗下先咁嚇，但係睇書你可以隨時睇到一點嘅時候，你可以自己即係會自己喺度消化，然之後再睇落去，或者係跳去其他書嗰度，即係有關嘅 cross reference。咁但係我自己唔同嘅，我有時睇一啲即係都值得睇嘅電視劇嘅時候，我會停咗去，然之後查翻啲歷史嗰個細節嚇，幾好玩㗎都。我最高嘅成就就係。一個我最高嘅成就之一就係喺有康熙出現嘅時候，個太和殿有乾隆所寫嘅對聯咯嚇。佢一發而過就 book 俾我見到係咪？佢 book 呢個杭州嗰個影城嗰陣，佢冇特別修改過。OK。好，多謝你。下一位同學，我哋keep 住一個問題，唔該。因為仲有人問題。係，我真係一個問題嘅啫。林夕先生你好，我係中大中文系嘅學生。我想問咧，其實有好多人都唔使啦 ，OK。好多人都話覺得你嘅歌詞可能會有啲時候可能好難明。咁對於呢一種嘅講法，我想問你自己有啲咩睇法，或者你自己喺某一啲作品會唔會都嘗試可能有啲讓步啊，令多啲人可能會睇得明啊咁咧？係，唔該。Okay. 嗱，首先要澄清先，睇唔明咧，唔係一個一定必然可以要嚟邀功，顯得其非常藝術，顯得其非常高深有意義。睇唔明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就係我表達得唔夠好，即係呢個好誠實嘅嚇，即係我以為咁樣應該明㗎啦，原來真係唔夠。有時會睇翻啊，如果呢個中間少咗一個交代，咪多翻呢個交代就會好啲。咁當然咧，有時會專登冇咗個交代，令到個思維跳躍啲。但係我自己即係檢討翻嘅時候，原來嗰個唔係為咗跳躍嘅，只不過係有時即係我自己因為我自己係我構思嘅，我一定最明嘅。因為可能好多即係留白咗嘅意念，為咗嗰啲橋梁。我自己係作為個原創人，我就覺得已經有咗喺度啦。原來寫出嚟用呢個字或者係冇咗嗰少少一個助語詞也好，原來係唔明嘅。咁呢個係我責任嚟㗎，所以即係話咩呢個唔明係咩話？你最後係點講㗎？我話對於呢樣嘢，你會唔會可能都有時會有讓步，令到大家？所以唔能夠用讓步，即係有時咪呢個我成日強調有啲嘢係即係你唔係一時之間要明，或者明唔明唔係話問一個問題，話你係講乜嘢嘅，我攞唔到一個最便宜簡單嘅答案就表示嗰樣唔係好嘅作品。但係亦都唔需要用到話讓步，就係話唔表示嗰個嘢越寫得唔明咧就越好嘅，因為好多唔明嘅嘢咧，正如好多渣嘅現代詩咧，其實佢自己唔知講咩嘢嘅啫。咁當然有啲作品係我會即係嗰個我諗冇一個作者係專登去令人唔明嘅，而係嗰個曖昧性或者係嗰個比較不能一言難盡嗰個層次性係喺呢個作品度係必須的。
即只有佢係必須的嘅事嘅狀況之下咧，我先至會覺得係寫到唔好話唔明咧，係你唔能夠攞到一個好簡單直接嘅答案。嚇，就這樣。好，唔該晒。我哋不如俾翻台上面嗱，因為台上面啲同學都算有啲福利啦，坐咗喺台上面咁近，所以我哋俾一個問啫，係呢個同學你負責揀啦，你揸住個咪。我係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嘅學生，咁其實我都有做即係其中一個兼職係創作咁樣啦。其實好簡單，呢個問題就係希望得到啲分享咁樣嘅啫。因為好多時創作品裏邊嘅情緒需要好深，或者好激動，或者好悲傷咁樣啦。咁聽即係有啲文章都知話林夕先生你有抑鬱嘅經驗咁樣。咁有時我都覺得喺創作嘅過程中，真係有時會好似走進咗個陰霾裏邊，先能夠寫出一啲真係好深刻嘅作品。咁但係另一方面啦，林夕先生你又係學佛㗎啦。咁學佛講求呢個神智五味皆空咁樣。咁你又點樣處理流行曲歌詞裏邊需要好深、好激昂嘅情緒，或者好悲傷嘅情感？另一方面又你會點樣處理？即係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對情緒方面嘅分享？唔該你。首先澄清我講好多次，我就唔係抑鬱嘅，我係焦慮症冇錯。咁就好，關於呢個問題。